早上第17场演出正式开始。那么大家侪晓得，常小云呢是我们评弹界内的顶尖诗人。那么邢建国呢是我们评弹圈内的重量级人，叫强强联手，相得益彰。那么伊拉演出呢，肯定要引起轰动，啊。那么今朝呢，确实大家是受苦虚惊。那么有两看实力嘛，伊讲今朝11月9号119嘛，哎，侬不要讲，阿拉搿场演出也是10万附近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常小云啊，能够到上海来，到相应演出这个上片呢，交关会议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摆出了交关关照，是吧？那么事业来到相应，那么既然来了以后呢，我们的政策要用作伊，是吧？那么所以今朝呢，特地安排一场这个早上演出。搿场物事如果再不做闲话呢，再隔3天结束，是吧？那么伊要打道回府，到伊下里一日再拿伊请到相应来呢，就遥遥无期啊。所以呢，伊今朝呢就特地安排了一个早上。那么伊拉两位这个主演呢，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这个安排了这个相当精彩的节目。来大家广大听众的来，今朝的这个精彩节目呢，现在就正式开始了。让我们有请两位数量登场。那么第一则节目呢，是要请两位来对唱，唱啥呢？大家耳熟能详的《宝玉丫头》，大清老早啊要唱哑铃的行进，哪能唱法呢？让伊拉唱给大家听吧。好，来欣赏。先生的参与啊，和相应的听众已经非常有体会。那么讲起去呢，中国行业讲这样子。的确，还是非常感谢，真心的感谢，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。有啥精神光？来不抗的啥精神？半有丫头。
都是大小小的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，她口疾亲家同归叮当响，实际他气息已不作声，一口儿家林妹妹，
要开7点钟的，开到8点钟，那么
最近我看到这个报纸上的介绍，唐明皇对杨贵妃这个爱情到底专一伐？那个搞杀这个杨贵妃到底是出于压力，还是出于这个自家自愿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呢，这个让艺术家去讨论。今朝寻机唱给大家听的呢，真是这个唐明皇在那逃难的路上专一杨贵妃，哪能专一呢？欣赏。发开始我唱这会懂的，记得了79年啊，还是三个上次一个香港演出来，唱搿头么子，唱错脱了，唱错脱了，后头嘛是哇一声，听听，这个过分了。
亚洲呢是电影的传统开篇，那么亚方呢倒是一段这个现代诗幕的献出啊。当然，这个隔了一个时代呢，对现在那个时代背景啊不一定符合。当时辰光呢，蒋月泉是就荣熙两位辣辣演出辰光呢也受到轰动，是吧？那么阿拉刚刚听过
音的理疗，有听过一个理疗，那么现在呢要听过一个女腔调，同样就会精彩。好，我们一起。刚刚已经讲完过了，这个评审呢，因为是在北京的关系啊，到现在做生意的不让所以到批次呢，非常非常看啊，无论是有口的还是有口的，侪非常精的，成为一个经典诉讼。因为我讲有个创新，这个一次的出名人生，一直让爬树，不停的，我不提个爬树就要爬，精神啊，真的蛮松弛。在那里3点钟起来，不起滑，不起滑。所以做现在有个然后为我的不是定汉的，请大家都懂一点。哦，已经让大家你也有点的，你也有点，是吧？喉咙不是定汉了，实际上是音乐里。哎，为啥刚刚2张的多了？其实有一点点的，你跟那一扬起来就把你风口风了。那个在土里面本来的啊，听听。那边弄成女人，搿2个就叫心事重重，身躯麻不黑，实际上同一般搿里向心意。为的啥么？做错一桩事体，讲不讲不出的，吞吐吐。过些辰光啦，屋里向养病呀。哎，外头领大门，开门来一看，不是本人侯书记，要里面给侯书记来啥事体？而且是为这个啥事体？这心里想到有点这个，要进入个侯书记清单里向，这会啥？侯书记啊，对呀。哦，晨，来拿回等我给他来等。轻手。侯书记现在哪位的人？给你一家可能人鱼的呀，不大对，精神萎靡，好像心事重重，闷来闷，不肯好。所以现在要想不死气嘛，是一个梦，来央方神工作。对的呀。侯书记啊，你也什么？哦。对的呀。侯书记。你还是身体不大好，身体违寒了，违寒。违寒。
咋？别，这些来的，是俺们压方的吧？这真的不是的呀。是不是嘞？那不对。为什么也是为那？为什么也是冤？为什么也是虚空？为什么也是伤心？你为什么也是家？这他是家生。我是女人，他当去一条路给。你不要怕，不要听虚风雨，我背心下了大海时，不怕风不定，不怕浪不明，身高为遇到马头站稳国家人，乘风破浪下飞鹰，你发大飞，深圳。
学堂里最后一个下来话，是干事后愤怒，出色台心，害我讲出事体的真相。想想我为你真的好很多啊！后续这个闲话讲得对呀、后续去。诗句。是我心意深，不与我万分，虽然来临。他的失望时时都有情形容，句句打中我的心。我家是出身山来，把那山公走，在那地主家中谁口深。走那口粮也深，空粮是只落得一盏漏日两人生，父亲代表月亮是母亲都有命，不忍撇下我与来也够深。即使心很苦，是否咋也是为情，比我上工走，进了地狱门并他打与马，每日起灵。吃不饱来吃不稳，生气腾身与何时成？银块来了共产党，劳动人民翻了身，我们一家温饱不担心，真口梦成与肉心。3块50神经，想我推着去你坑，他怕我风声，为些里必得劲，必得我遇见家家病人生。兵问口后世纪，须儿愤怒两情人，亲戚大我充满家人，家开我胸中一缕一人人，好比春风吹散了百里云。我今朝
心，认清了谁是才名贵，谁是知心人有人与人，从今不再两意混谋人与人，从今不再走后头人。倘若我没经上，再不把真领口，对不起后手法，对不起众乡亲，对不起口口不信的文人，对不起马志力共产党的大恩人心。我家是首代终身庄稼海，每当我人与人披上和良心，不能，绝不能我再不能害了自己，再去害他人。非常精彩，完全体现了蒋瑞老师反复强调的唱人物、唱感情。让我们掌声再次向两位表示感谢。今朝呢，这个虽然呢，特地安排了上小云担当啊，那么大家侪晓得平台的发展啊，先有担当啊，应该讲，但是发展到近代呢，担当是高阶，要设担当是哪容易啊？啊，一家头呢要带到厂，要设到表，是吧？前面上市，没深厚的功底呢，没办法生活。好在呢，这个上小云呢是蒋云仙的高手，是吧？那么大家侪晓得，蒋云仙呢是这个担当教育啊。那么上小云呢亲测于来，今朝为你表演一段是地小音乐当中的关心歌《出京将军府》，我们欣赏。一个女家都用不到吃的，弄起来就是的。但是你在你哪不肯？你讲来来帮忙，我虚心，我平时，你在手里头来，在那我的平时了。上海不是这样子，所以上我本来是吃，听来听他都不用的。因为我一肚子一只皮毛了，或者一只椅子了，唱起来蛮吃力的。那么流水当中呢，这个调不大厉害，不能流水的，并且如果乐听呢，这个引流两下子再唱好北疆北方飞鸿，特西归来门，这哪一个飞的是？
伢的，实在放心够，包头关系够，那快点等我在将军府里下去看看，我个公司到底生活在哪？是个比真正让谁领的这个伢的，我裤子个连性命点，我还要心啊得把我们救出来。关系够，压抑心上，谁人之托，终身之子。现在吃够中辈们，马上开始之后都将军府而来。在将军府门口本来是大树谁跟他上去？真的理想，进去孩子，一个门口进上面，我进多太太，我们多太太的姐妹，这红旗口气我总不记得还不认得了还问，就是这个一定们，所以马上震动而已。但是现在对起对来，在将军府里向一口门不如上去，这后就将军府里向加倍生意，门岗列得细快，列得必须机关上上墙对上正好沙上两个字的，威风凛凛，里向的是谢风头机关枪，谁不报他了？我都不要你说，非一谋进去，正在楼梯上的木匠。可是我必须为一个被假日来，一吃是气的，一离来假日的，思考才思考，变成气。各种情景看来还不而时候，不离而时的，在干嘛？我跟他给他跟着，里下出行的。出来个不娘姨啊、豆椒啊，我上去闻闻看，运动他们现在身体啊啊，上去打谁的，积极两家的公司的生活还是一样的。对，家庭之间的除了该打，将军府门口多多走走了等。哎，下半日2点钟机会来着，将军府里向出来2个女人，一个40多岁年纪，头上下41个头发头。身上下一身纱丝的斗衫裤子，脚上下 GKC 的一双好子，鼻上下围一个小姑娘，10条不在年纪，41根斗鼻子，身上下鼓鼓的斗衫裤子，脚上下一双大那个好子，手里向为菜还有一个翻锅，一口就写的帮人发的小龙椒。这估计个年纪大的，那老毛头的年纪轻的。阿金啊，你的细小娘我不是上高。真的预备做成，哎，俺说的，为止那个事情，你都年干我嘴里下，每次几乎打死了。也叫啥个不汉民搞，那么没还完，不干的问题，叫啥在将军府里下来，给中超市委员了哈，还不够热的热问，就外地出来的，你那个事情让你真不长得起些。哎呀，那边跑不懂闲话，各种人讲，领导外地工，我也要外地理在。你那去不在哪了对吧？你那肯定做啥个娃子去的吧？外地出来的吧？说的出的，我一不推，一不抢，一不他自然，就是鸡巴紧紧啃啃，不结结，我上上下不喊着。披萨，这是都民人讲，这种白的还吃药，上哪个还吃讲？我们这个手术嘛，也手还不走吧？也不说从三不走的，这种懒药多，这样跟多拖磨家的，你跟那地方想干干买金，还是地地相依，双双不怕，等一些银子们为还努力，产品，你的是这样的真的，而且给他的好好做产品，比起一点不的呀，一点高子不的，你们真正与国不为相，而且。给他们泡是那个，你还晓得了？你像个懒懒的，如果懒懒的讲，这样做完，真的呀！意思就是这样对懒懒的讲，我是这样的，懒懒的，懒死你，懒我手，懒死你，真的也是好的呀！刚刚吃这样对付了，你看看，门刚来的。
后结生后来他要一生
年纪轻，伊个动作，伊个识字，伊个拎得清，伊个面孔胭脂，罗大雷，真是累死了！你都两个这个话上，你这个微信都听得清清爽爽。嘿，现在江边府里向也弄这个线头胶，但可是这个。让我高登谢都叫文进家政府，去看看东西到底生不得嘛？当定知己们叫你想搭进一步。老太太，老太太您慢走，请留步。老太太，张记的平淡里家已经配备人高来滔滔，从来分听见别人喊自高来滔滔，想啥子让喊自高，一个围攻地区一口的，不认得。周姐姐，俺是来让给我玩。是啊，老太太，我有话跟您说。哎呀，我不认得那个。是啊，我也不认识您，老太太。刚才呀，我听说，是不是将军府里头要用一个小大姐是吗？哎，是呀，那么真的说了你吃给一下。哎呀，那个叫，爷你们干得来时间我在路大去弄哦。老太太，您瞧瞧，我这模样能行吗？哦，你是种蟹头胶啊？是，可以吗？哦，两个眼睛从你头上口袋沾上围在头上背过，口袋沾上再，口袋头上向塞个 X 光的计算。周姐姐，你别跟我嘴上开心的啊！你们屋里向收入并不富有，还是三人帮着等三角，不为那些种三角，别跟我嘴上开心，我们要记着啊，实际是经济啊。我这里使来了，不肯帮忙。昨天上去，昨天这个上眼睛对我这样一口就晓得我不是吃年糕的，眼睛经常去抓一步。老太太，您的眼睛真凶啊！是的，我不是真的去做小大姐，根本没去做傻角。实话跟您说了吧，老太太，我有一个堂妹，听说现在在将军府里头做小大姐，伺候太太呢。我的婶娘病得快不行了，所以我想进将军府去看看我堂妹，让她回家去看看我婶娘去的。哦。你们这个这可分都倒霉的，是啊，您就帮帮忙吧。你们聪明的，我们笨的；你们乖的，我们刚的。侬吃饭自个打工3天来，专门等你做事体啊，根本不来个，一个也一个，这个爱吃问啊，我不肯帮忙哇，一注意的嘛，哎呀，谁都想今咋结婚不得不一点点好吃嘛，哪能帮我忙呢？身不比活成2倍2的，这一步招来，哎呀，老太太，你千万就帮我这个忙吧！2倍2的往这里水心上弹一声的，有滴滴，滴啪啪，硬当当，眼山往下一挥不用，当对了，有时看了，猜。我让这2倍动的是，是不然你的混的，谁叫人都2个动的混的。哎呀，老姐姐，我对你们就是这样子，啥你都不得了的呀，呼吸不来是，你心一闭都上的呀，你用不着这个呀，用不着这个呀，用不着这个呀，用不着这个，对对，你想对的。哎呀，你帮你孩子啊，与我大概进去啊，那么阿静啊，你是归是回出去吧，明早带我弟弟上来。啊，现在在，让阿金回出去。我这2倍动的是，这个小东家新少介绍3分门的。菜子们往这里下去，以张地的玲珑清脆说了，一打听下来嘛，是嘉宾啊，这让忽悠。他呢，这让小客厅里向大厨干休息。小客厅认得的呀，那忽悠里向的，
人家公园里向会在那大家叫，我想嘛，对我等一等，自好去个的。做事里子我还来黑，轻松了。妈妈家，妈妈家，啥呢？哦，来这，上头家的王妈是给他立了个将军，来用银子，来自告诉过来，能力一些，他干好。哎呀，我呢，这接的嘛，那哪能了啊？老太阳的舞，哒哒哒给他，哒哒哒给他，一个人要数来是人格还是不晓得，那哪能与来再讲啊？那娃娃讲，我们中山一样都没把我落在一起，总好好。这样就为啥要办？俺就能到出去，那么另外这一个里头是一个三公样来，那么真正是吃缺药，我是吃鱼一个那个，那个三到掏掏扣扣，掏掏俺里向啦。哦，那也加上一个小西娘呢，我是个那样子。我的家中不用个小西娘，用个小人家，还要家长姑姑，两口点的，生配了家，新结婚能搞的，小花店，在他们家上来了，不会是吃花店的，也是好的是那样子，我这里的呀，都得去关门关，啥样谁不会来看的？喏，谁他背的啊？这哎，我想那地，我看着这个呢，喏。啊，王妈，意思来谁知个方向回工地去点口嘛？俺叫我呢，这接的呀，那哪能道理了啊？那哪能标致面孔，看这个咋一来一咋，看这个咋一来一咋？你个小西娘的屁啊，真讲还要标致哇！你在那里，你个小西娘家长口来了，把大名高。哎呀，王妈讲，我这是处处生命呀，叫人呀，那现在正在从三家位的神功了，对吧？啥子的？用到这一个小西娘的人工们，我哭上的，再回来不能到单据国爬农场。我这个来是一口气是俺个别吃面孔子也是我灵性，穷的嘞，不是两兄弟了。俺就在一正时期了，加上了阴公记得的啊。来个人都有了，好了，弟子一下把带一下，打他，东西，自从大字不吕家军之后，真是愈来心，心里想已经不开心，马上不他来家事，但是也就上台吧，自家三个真是隆重，真是念。现在完了，相对他乡一个人。给他眼瞪瞪，眼瞪瞪，听见王妈进来，帮忙，干嘛呢？太太，张姐姐该来着，他怎么又来了呀？给家长一个小西娘，我的家中关照两个，要打个过，小西娘来。那么张姐妹道理都没道理的，先不嘛，我的家境可先不能他狗毛，那还叫钱呢？是吗？稍微也当这个县公娘来着，那个睡觉是就挂了啊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哦，太太，一个小西娘有可口的。你咋面孔是标致了呀？天老人光老地上吃不吃？中国人本来不吃烧个菜。我可可一个小西娘，进来子要小人落光试问的，不知道不晓得。哦，叫他们进来，我不晓得讲。门里一些，张姐姐，来进来吧。啊，是的，这来啊！张姐姐，哗啦，门里一些大蛋里下。一种老枪，身上像个灰人的对对呼进来，哎呀呀！
姐叫进来吧。哎呀，谢个子，谢个子，门里歇一歇去。大姐姐，快点，太太黑嘞，进来啊！晚上一声太太黑嘞，进来。谁个听见一声太太的户口，一点介绍来。上太太家，恭喜呀！哦哟，乡下有法是不得了的。好好，这本的，我今在大街上来，你就应该开着是真门，亲自出言，唯一傻傻悠悠，轻轻一点，配合一声阿娇。现在阿娇不走，那种大娇，心想真的你，回来回去，回来来教书，看那里来教书米浪向，我干也口口，那个梦干的阿真的不真。这个人不啦，门里一些，大袋里向一口了，哦哟，这后就方方正正的咋些看，里向的把式富丽堂皇，这后就在面，一个香妃她浪向黄哈一个美人，身浪向一身粉红颜色的昆衣，青金白夹背，插一双头发，背浪向细白。一本党律，手里向擦了剑网的金字牙签，签字的党律，让他忙指一下送。啊，范教授啊，你是个路里让吃口的店的那个东西嘞？后是后跟让吃口的呀，你在哪个吃口的一个方法干？让下步啊！后个嘞。心里想一副门梁，大家追起来楼啊，就是回来回不住，一卷一卷烧起来，把这个出来，我现在上一个洞，地上像黄黄的口不是，还有噩梦的，关在也不，让大家关也关不住，满中不中间。不晓得你那带东西嘛？东西还那带你看。因为方法，往往我那个线中呀，就漂亮的不得了。天上落不落，地上出不出，中国你本啊不缺山。那么当地那阿别致，我大爷看一看。所以两个天天的盯来门去的浪嘛，这口就把门里一些打进来一个姑娘，对一张面孔一口啊！上上过来个些东西，回答追问，科技在回答追问，跟脑子里讲手艺才一步一步行进。其实，那老师大概我大对教授的辰光。随着口气里，上了教室边浪向，这张面孔必备，人美模范，凶神恶煞的他对付我。现在他给他来电气设计的，肯定是教室建立来管。哎呀，大子呀，你也写的对他说的话讲对付啊，还是龙头公的，你现在他给他来时过不虑，但是写的只是到压力上，你手里向有枪的。马上拿出去抢飞来，更说客气的，心里想一句不怕，您12个时期来，一张头啊，一万的不止挖在路，手里向一块党位把手一松，嚯，得代替了。你老想张天的一个哟，哪来的他？可这种人的是想啥个讨好，您这个性格呀？那具体是哪好个讲？哦，平时给他的讨好是穷出身，他为的意思能够理教不懂的，今天来看问题来干。哎呀，太太，哎呦，你少家，哎呀，这大爷的他这玩，我来跟你写进去了啊，大爷哎，挪开，哎那金子马蹄为他怕用上了，你这让手工，真那农家的辰光，只听见外头。一声声音，哎呀，张建头哎，你把俺这个阿静带出去，又带一个小大姐来
个大块的，这还意思着。好了，问你一些，啥人绿的是来着，这么淡定的哈？我再说个东西，我再叫人吧。我来啊，还要表演个节目啊，在前头里问了。如果讲地下音乐清楚熟路的闲话，下头表演回头白虎岭女妖呢，应该讲是上小音乐初次尝试。为啥呢？伊要演八国精。这个八国精呢，现在这个上海啊。office 这个小姐呢有个尊称叫八国精，为啥呢？白领不管精英，简称的八国精，是吧？那么我在上小人想想呢，这个白领啊级别太低，伊起码精灵。为啥呢？伊身上外头一路得来，全国政协委员，苏州市政协常委，全国曲艺的副主席。是吧？那么介许多眼头呢，精灵，那么今朝精灵啊，全冲八零啊。那么这个搿一段诗呢，是讲的是中篇名单八虎岭当中一只，是吧？这个唐僧啊，要啊。那么唐僧啥人去呢？总归是长得多啊，吃起来肉头厚一点。好，我们呢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再次粉墨登场。你看对了啊！这个自然从业的真的蛮少啊。实际上是需要靠上山下的，我是三个客气，你太客气了，不是客气吧？不是客气吧？得真心啊！听说嘛，有上山从业的，我话
听出来，那里我来拍的，放心拍的，想不得两个后下来，有气质本啊！当时不领皮带的呀，那个哎，我来口译啊。当时大师徒弟呀，西天取经，几日天下来就在当上河，当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漂亮，谁是佳人？这个仙女何非相逢？实际上就是把火星对了那个眼光，当身看不去。到底孙悟空前头去透露了，为两个徒弟沙路上猪八戒外头去喝沙来们，这些辰光随时里都两家就叫抬杠。哎，叫啥抬了抬，讲了讲。为啥要多累两一天，多等两日？哎呀，大圣注意这个不来。我也大师徒弟西天取经，这个是孽加倍。门上谁也摆的，不能带过。哎呀，女菩萨，师傅，像我要带了头儿西天取经，不能带过。各位明日的呀，是要处理。把不进对立妈妈上了单，你们这里要记得，吃得吃的，可我也得来报道神情了。人家分现的。骗得子的，公内只要不委屈。我跟大佛金子松动正派，他在目不委屈，目迷水中，两边比的大一个劲。哦呀，师傅，那是碰来都是仙女子吧？这是哪个？你都喝哪个？当三分钟。那刚刚台们没开桩事体，一出眼里也哭个眼，有啥个心思哪个呀？分东家，俺家女菩萨，这却为何啊？哦呀，师傅啦！吃不起，女菩萨。
死脱了，做只狗伤么子，实干个浪活。阿爷喜欢问人家做只狗伤为了口气口红，你光在吃得啦。阿爷哪位人个啦？阿爷不过对你忙嘛，那做狗伤打头发打高的呀，为么啥体？哦，对了，你看我吃饭，家己不我听听阿姨啥，让我拉菩萨门的呀，通人得个，大家都差多，顶到搿点好的，搿个我做得的。阿爷呀，你不傻，不用随此伤心。我想，是非呀，我在菩萨跟前，多你让几头金么，差头万里毛。这个当然不是洋规的，少的不是洋规，受不去的选择的是洋规呀。又是梦了。菩萨。你为对很的，阿呀，你不杀放心地了，对我在菩萨跟前，都通人大个，我想菩萨一定参与你，天时良缘。是呀，菩萨大人天时良缘。这是好的。啊，是不？真是菩萨大人呀！我哪里有人呢？已经有的回来的呀。也是快是干夸。刚刚了浪夸，一时对浪不很多人，一些已经来了的，太夸喂！哎呀呀，菩萨，对不起，这个有人么是哪一个啊？这个有人啊，有在天地，尽在一地呀。有在天边，尽在一地。是呀。那么当然是好吃。四川人口没有谁人弄呀。搿是说我的这个听课呀，听书的呀，不贵的呀。哎呀，别弄到我对上来呀！侬吃不些，我吃干人呀，你让我当饭吃哇！哎呀呀，女菩萨，这个有什么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啥人来喂？哎呦，我搞得这样清爽法子为我而不知了。真聪明的笨东西。哦，也不是的，给他的。两张眼睛对立一面的，这个意思哟是吗？没这个难的。
是死人噻，这个我也不明白。最终我为啥？他人那个老头当然，我们眼中那个有人，就得来双手来呀一拍，海外一讲清爽话的。啊，我这个女不傻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的。是梦啊，司机们，海大三不清，水大三不清，高不胜凌女，马生云，高唱两声，地地均匀。他们不去站在海门门，真是下不停用话，水不停风风。风的上东不是去什么？真啊！哎呀呀，女不傻，使不得的。也不是为人使不得，是在地上的野花。给起来巨大的地上下的细点水毛这里地方上下一打。师傅，你是晕了吧？没人吃这些的，看见这头面中年的嘛，这个老乡大发个后半来老是起来的呀，哪吃这些呢？哎呀呀，你不少放水，你的营营好事吧？哎呀，我死了还师傅，我保不你们再还个孩子去了。哟，师傅，想侬对你礼义忠心，以身相许，自然是天大地大的大事啊！哎呀呀，女菩萨，你口嘴像个当谁让个后续养人呐？你把我个男人问来说。女菩萨。出家人哪得结婚姻？还为清官要打了地狱门路永生永世不长生。哎，女不杀。百姓，你们有呀了马之关门，我待遇是来问，待遇不是人，待遇肢体谋杀众人民，冥冥之中。把与你这女人，把与你这女妻真，提示良友，报答你这是良心。开口，中人中一人，本已大拉公后。我在何地其中今啊其中送你们风餐我在恩爱生斗佛斗人斗子生。哎呀呀，你不傻，你快为之回门去放了我吧。啥子啊？放的呀？都是他比当。可你来起身来养这个，我平常我都不来这个，那个一身肉，不是我害起来。起来！是我这两句我当时也想办了呀，马生气人，不离西门不离。对不对？这个是马上来的人，不够追的。对于外出来，
平生为人。你在哪里去呀？西天取经。西天去干嘛？为了第一川话。我看你西天去不成来。哎呀呀，遇不上。想我当成西天取经，随口随来改心心有，哪怕是客死他乡，我谁受不行？你不行的头了给我，我实然好吧，你实在怕不进你多，打双口子，你当真要去？真的要去？我是不让你去。哎呀呀，这却为何啊？要是真要去西天，我就将你捆绑起来，将你杀了。我看你西天为去的人。哎呀，当真像那个样子，眼睛打了我分不过去，我要去绑起来杀头子了再讲。危险的什么？这个危险的什么？哎呀！其他日们第7分。你分风飞让我特下袈裟的人问，我是李狗棍风来迎，也心人也要去真经。生啊能够不斗儿比抽心。哎呀呀，女巫杀你爷爷好是放了我吧？对呀，放来了，不是想领不进，我们大清的吃了好讲。你老是眼睛的两只水蟒子眼里向一处牛阴毕露。为生后嘛，谁去说你难吃的些？在惠州头来对个啥面孔一看，哎呦！其他日们没有一等，气势汹汹马真年。去一去不能，心退两难起两心。大不如是恰吉，谁无病？看是心扉。红披着小女人，在等日记挑出了这是非。用的机，上面有一部屁屁的主人的屁的狗腿。哎呀，玉凤山，不来，这个哪里是哪来的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是吧？龙枪犯人吃，一日楼忙难特生。哇，日不杀，为王开恩放我。人放了我吧！一口气下当当风景，用内不难。哇！事到如今，一家户口内。
耍的大人不打有办，什么老的这个，想得个那不能出来，你往哪里走？这那个些人把孙悟空勾到，那个孙悟空谁当八国亲呢？是不是？要不然。